瓜田区中峡农地路原本破损的真严重，而且路嘛真细条，足歹行。经过市政府的推动，互这条道路得到改善。本来它的农路是比较破损、龟裂，而且路面有凹洞的一个情况，两边也长满了杂草。那但是呢，在我们改善了之后呢，我们把3.3米的这个农水路呢，把它拓宽，那把杂草也清除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拓宽之后，两边设置标线，路面平坦，让农民呢行走安全。台南市是农业大城，像这款的道路足多，所以市政府为民国108年开始，投入超过34亿的经费来推动农渔水路的改善工程。我们在这几年来，每年都投入了，以市政府来讲，跟中央政府的配合，大概我们都投入了将近11亿。以111年来讲，是已经11亿又500万；110年来讲，大概10亿。好，那108年来讲，也有8亿多。台南市农水路的修缮翻新，在拉图当中是上好的。第110年度已经改善496公顷，今年度的改善工程预计改善500公顷，包含了农地重划区跟非农地重划区的部分。好，那包含了农路跟水路还有渔路的部分。那总共改善的农路的长度已经超过1000公里。好，那也改善了水路跟渔路呢，都有这个将近100多公里的这个长度。改善了后的农水路对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以及农特产品质拢有帮助，同时打造友善的农业基础建设，提供农村地区便利佮安全的农产生活环境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